台中的成功3月百货公司惊挖倒的时阵发生爆炸，目前造成4个人死亡，26个人受伤。初步调查，较有可能是公案意外。高雄连环杀人案，警方伫咧嫌犯的厝内面找到刀仔，还有卡剪，顶头拢嫌犯和被害者 DNA。那这嫌犯大嫂尸体目前是还未找到。被罢免苗栗南亚立委的团体早起去送第一阶段联署书，另外罢免这区顶军的团体领陷阱换做作家李教来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就是台中的成功3月百货公司惊挖倒的时阵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26个人受伤。这消防局初步去了解，将有可能是这12楼的装潢施工才造成爆炸的。市长罗秀燕就表示，会赶紧启动调查。那百货公司的总经理也赶来到现场，也讲会担起相关的责任。民众开车经过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成功3月百货大楼前，百货12楼汹汹爆炸。爱尔兰跟太夸张了！爆炸声了后，火焰真大，真侪砖仔架位12楼落来，现场那亲像去互崩过共款，还佫有人倒伫涂骹等待救援。当时当地世界民众讲到代志发生迄当时，也是心惊惊。很大声的震动，我们那时候第一时间以为是地震。然后后来发现说不是地震，因为有碎片从那个电梯的那个上方全部都掉下来，很大的爆炸，我就趴在地上。哎呀，我公司在旁边啊，一爆我就趴在地上，全部都是烟。台中成功3月13中昼11点半发生严重起爆意外，消防局局部派遣大电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佮启动大量相关机制。到下晡4点，疏散差不多230外民众，现场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其中2个人是百货员工，另外有20外人轻重伤。台中市消防局表示，爆炸位置初步判定伫12楼。据了解，它是瓦斯气爆。那了解的情况是说，今天早上在12层楼的地方有在做施工的动作。那是不是因为施工导致气爆？这个部分我们还要等我们火调人员调查了以后才会做一个厘清。据了解，那个楼层好像是美食楼层哈。那这也是，但这不是最后 final， 因为国家或者政府正式的调查，它有一定的程序，但是检察官已经到现场了哈。消防局表示，当时12楼美食街当伫进行装潢，不过是不是爆炸原因要去调查，因为爆炸威力真强，致使楼地板规个有崩塌的情形。市政府赶紧请土木技师加建筑师会勘，初步了解损害拢是外壁甲架间，建筑无入去的危险。意外发生了后，成功3月的高层嘛赶到现场。我们自己的同仁也有受到伤害，所以我想让我们接下来先去处理，那后续我们一定会跟各位来做报告。成功3月总经理表示，公司会配合相关单位的调查，并负起该负的责任。市政府表示，伫查清楚爆炸原因了后，会追究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成功3月百货公司惊挖倒的时阵发生这爆炸意外，消防局出动58台水灵车和救护车，145名消防人员，也派出着搜救犬、无人机来协助救灾。这场爆炸的事故也造成澳门游客一家伙7个人，有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其中1个2岁查某囡仔当咧插管急救。刘委会表示讲，已经通报澳门政府也会提供协助。消防人员进入灾情上严重的12楼展开搜救，现场如苍苍，要行到困难。台中成功3月13发生严重起爆，12楼的美食街好亲像装潢拆除施工致使起爆，规层楼煞变做废墟。搜救犬伫废墟堆内用片的敲锤看是毋是还有人伫内底。楼下的11楼灾情较轻，不过天棚规个落落来，警铃声大响。空翕机有翕到成功3月的外壁，崩一个破正侪空，砖仔壁散伫各地，灾情严重。台中市消防局紧急出动58台车、175人、2架搜救犬，各加无人机投入搜救，拢总疏散差不多235人。我们在11点33分受理报案，然后我们在11点37分，专责救护队就已经到达现场检伤，所以展开了这个整个救援的一个工作。所以
并没有延误。搜救也搁咧进行，不过爆炸意外甚至波及伫路的民众，包含来台湾佚佗澳门籍祖孙啊4代人，一家伙7个人经过成功3月的人行道，要去隔壁的大碗壁，刷起后气爆落来物件击着，致使2个死亡，4个受伤，2回查某囡仔插管转院治疗。严重的头部外伤跟那个肺部有挫伤，那因为只有2岁，那多重的这个外伤，那跟家征询之后呢，我们就目前转院在中国医药学院在那边做紧急的处理。本会的港澳处已经派人到台中去了关心和了解。那如果有任何需要，会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那也会透过台澳联系管道通报澳门政府。总统赖清德关心气爆救灾，伫面册答文表示，行政院长杜英台已经指示相速调度救援人力，卫福部嘛协调医疗资源，提供上正上好的救护。杜英台讲，救灾第一优先，嘛要求相关单位赶紧查清楚代志发生的原因。蒋安市长已经在第一时间来联络卢秀燕市长，表达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台北市政府相关局处一定全力的来支援台中。台北市、新北市甲桃园市顶首长嘛表明准备好器材、人力的需求，全力协助台中。记者综合报道。在海保边境，国防部搁再监测到6架中国军机，其中有4架超过着咱的海峡中线，入来到咱北部的空域，也有8架军舰和1架公务船来扰乱。另外，中国军舰桂林号昨下晡出现伫咱东北的海域，咱的海军也派船去甲对。学者分析讲，无排除是中国伫咧演练即海空作战等等的任务。中共相关台海紧张情势，共军的动态好亲像无平常。国防部13发布查到6台共机，其中有4台飞过海峡中线，拢进入北部空域，也有8架共舰、1架公务船拢出现伫台海。另外，军事专业台湾 ADIZ 嘛公布，共军空5-2D 飞弹驱逐舰桂林号12下晡伫东北角海峡出入，好亲像伫帮拖夜式成立，也引起关心。我们现在开始在推动国造前舰嘛，那所以或许在这个区域也加强这个前舰的这个反潜的侦测活动也说不定。但是另外，当然美军的这个水下活动，日本的水下活动在这个地方应该也可能很频繁，所以他在这个区域做这种反潜的演练，可能是也有它的必要性。针对桂林号好亲像情愫的行为，海军唔敢大意，伫边啊紧张监控。东北角外海是各个潜水舰出入的热区，学者研判，共军可能伫演练联合海空作战，也是执行反舰舰任务。国家各组舰舰海军号一定伫今年交艦，无排除共军是提早做好因应准备。舰满弦、弹满舱的状态。但是中共不满美艦窜过台海，故意选伫12月元宵节即天出动海空兵力伫台海进行舰备警巡。共军淮北舰展开实兵对抗，进入接战的状态，向南方的义勇舰发声。画面也当看到双方伫对立。中国台湾宜阳号，中国海军淮北舰教。元宵节是我们两岸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值此佳节之际，祝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元宵节快乐。面对共军的挑战，海军强调运用联合情报监控侦查，专程掌握海上的目标动态甲敌情。但是共舰公布内容是无做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诈骗的情形是无分国内外，来看这泰国政府着规期甲边境的电网路桥又拢在互动，这诈骗园区无法度经营落去，才甲260个人放出来，其中有7个是台湾人。咱的刑事局就表示讲，有1个是通缉犯，其他敢是互人骗去遐犯罪，这部分佫需要调查。便衣刑警上门强势控制嫌犯，21人大部假投资，诈超过5000万，真侪钱拢西往境外。警方研判背后诈欺集团伫干破罪，可能是虚拟货币的方式，然后将赃款移转至境外。被招诈骗据点插旗东南亚，唔拿骗钱，各怪台湾人出国。敌人打击进前，泰国先出手，将泰缅边境部分地区断电断网断电油。缅甸也伫12为当地诈骗园区
释放260个外国人，其中7人是台湾人。初步的清查，有1名是通缉犯。假设是鉴定是被害人的话，会依国际原则来把他遣返到原来的国家。刑事局证实已经接到泰国通报，初步调查名单有1个人伫台湾犯早期被通缉，是毋是拢是被害者爱国查证？不过诈骗的乱象真猖狂，敢若是今年1月已经受理超过13000件报案，财损有93亿。版主这个地方在去年也接受了救助了20几位即将要自杀的一个群众，受害者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地狱当中。警方成立专帮打砸仪表板，即马系统去优化。城市新专区用影像化的方式，甲个人为网站找到需要资讯，也佮加关键字的功能，营造出不明来 ID 或者是投资网站，调查是毋是甲诈骗有关系。不过全网上线2个月过，只有44万外人出来看，警方承认也佮努力的空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继续来关心高雄连环杀人命案，警方有伫咧嫌犯的嘴内面呢，有找到这刀啊甲加剪，而且这顶头拢嫌犯含死者的这个 DNA， 将有可能是嫌犯利用这2项工具先甲人杀死了后，再甲这尸体分开，无排除有更较侪犯罪的工具。另外，伫咧前天运河呢，也继续伫咧找找遗体，早起有找到2块人体组织，而且拢无找到任何骨头。那这现场的负责人，也就是嫌犯的大嫂，目前的遗体是拢找无到。13日刚水上摆，警方伫咧整定运河好尸地的动作，是改做伫咧烟花哪用目睭看哪找。早起9点左右，阁发现2块10乘10和10乘40的人体组织。嘛有民间的电眼记录到现场的嫌犯伫咧涉嫌杀死着林的负责人的过程中，才一摆来回出入引导。捞到2块，一块呢是10乘以10公分的组织，另外是一块是10乘以40公分的皮肤组织。高雄连环命案继续到好危害，警方查找提醒嫌犯登去伊的徛架超车，靠着尖刀和刷轮机这新的证物，再去证实尖刀和加刀验到现场的嫌犯和死者现场的负责人的生物基证，但嘛摆渡伊有用刷轮机来犯案。在剪刀上有这个第2位张姓被害人以及张姓嫌犯的 DNA 生物基证，锯齿状的刀刃，以及这个4块的切割的一个工具痕迹，那形状比对是雷同的。昨日有民众伫亚洲新园区的海域发现人体组织，警方证实是死掉林的被害人所有。初步掌握警方至少找到37块人体组织，其中大多数拢是死掉林的被害人所有，有2块是死掉的负责人。通联的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去佐证。那还有目前我们找到被害人的人体组织，还有作案工具目前事证明确。现场的嫌犯的阿嫂，就是被害人姓黄的负责人的人体组织，拢还未找到。警方回应讲，已经有一寡事情在查访，嘛会持续伫侦查运河来河。嘛强调讲，嫌犯并无人得讲的死亡谱啊，现有的基证显示伊是家己一个犯案，嘛干那这3个被害人。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安平工业区有一间光学工厂，惊中道发生火灾，赶紧将245名员工疏开。其中有7个人伫逃生的时阵，或者好分烟砸受伤，送病院治疗。消防人员初步判断，将有可能是这基带伤过烧啊，才会趁烟导火。消防人员赶紧布水线入去工厂内底，消防派22台拍火车，23个人去拍火。因为乌烟一直为2楼闻出来，4楼的外口时嘛会当看到有烟，赶紧将242个工厂的员工疏开。走出来了后，因也是真惊吓。其中7个员工伫走出来时阵，去互烟砸着伤，互插去救护车车顶输上烧。我们氧气那么多，还是因为上烧无够，赶紧甲因送病院。拢总5个查甫，2个查某，计共7个人，加在意识拢真清楚，分别送去成大、永康基美病院治疗。台南安平工业区这间光学制造工厂，13瓦斗的时阵传出发生火烧，消防员伫2楼发现哪像都是这台机台烧起来。历史烟顺风箱闻出来，消防员随转水，15分钟火就随拍花，而且伫传出火灾的时阵，工厂内底消防设备、甲排烟的装置嘛自动开开。燃烧的范围应该是在2楼这个疑似是烤箱过热发烟起火
根据了解，发生火灾的光学制造工厂，现场是消防局列管的定类极度危险工作场所，属于内底有可能会导火的物件。不过库存量少，炭烧的范围小，速度嘛慢。若发生火烧，规模无大。每一年11月底进前，需要做消防安全设备的检修，甲申报比早一届。目前暂时还无报出财损。若详细导火原因，甲厂区敢有违规疏失，嘛由环保局、雅士公司甲劳检中心相关的单位做后续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昨时元宵拄好是落雨天，这台南咸水一年一摆蜂仔炮虽然有顺利结束，不过规个涂骹拢澹漉漉。环保局就算有加派人摒扫，依然是真吃力。一直到今早起呢，这炮仔区一时也未清线。蜂仔炮放了后，清洁队的人员13透早就开始南河伫咧街路清理炮仔区。尤其是蜂仔炮崩溃了后，这寡纸的碎片，因为落雨黏伫咧路面，就要集中清理，增加真侪困难。很多释放完的鞭炮，在扫的时候都会粘在地上，所以增加了扫地的困难度。这几年咸水蜂仔炮哪办哪闹热，上电了后，整理环境，市府嘛拢伫咧第一时间赶紧完成。这几年来，街路清理复原的工课，大部分拢伫咧隔工早起9点进前就完工。不过今年罕见碰到落雨天，清理修尾的工课就愈困难。民众看伫咧眼内，嘛拢甲清洁队员加油。因为湿的关系啊，所以它灰尘都会卡在地上。别人说以前可以用扫把轻轻扫就起来，现在别人要用刮的，可能要用水边淋湿边刮。咸水区全区大约是52平方公里，主要的街路12条，新桥西景的范围差不多是包含规个区。市府调动附近11个清洁区队，超过174人次，清运230栋的炮仔附加粪扫。现在看起来有点落后，因为清理上是有点困难啊，但是我们会尽力在中午前看能不能把它做完。炮仔区对雨水流入水沟内，后续环保局会阁派相关单位来通水沟，避免塌掉咧。一年一届咸水蜂仔炮罕见碰到落雨天。虽然活动无受到影响，当地民众信仰的热情嘛无减弱。不过，这变街路的善后工课嘛爱伫咧落雨天进行。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美国呢，又有这无人机射落来啊！这届是伫咧西花这加州南部的一个科罗纳多这个所在，一台美国海军 EA-18G 电子作战机要飘落来时阵呢，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所以摔伫咧圣地亚哥湾，2名飞行人员呢成功用拉卡山逃生，状况是真稳定。画面上会当看到，包括美国海军海岸防卫队甲圣地亚哥港务局的船只，伫北岛基地的科罗纳多甲圣地亚哥市区中央的水面，敲找机身残骸进行。At about 10:15 today, Harbor Police received a report that there was an aircraft that had gone into the water. We responded, and we did find some good Samaritans, had recovered 2 pilots from the water. 美国海军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台湾时间13透早，属有第135电子作战中队的 EA-18G 电子作战机，伫准备降落北岛航空站的时阵，落落圣地亚哥湾，2个机员成功跳伞逃生，无性命危险。为附近民众翕到画面，会当看出飞机是伫失去动力了后，挖进徛伫的角度落落水内，不过无爆炸。但是失事的原因也有待美国海军调查。I don't know all the details because the Navy is primary on that. I do know it could take a while because you have to pinpoint exactly, where the accident happened, and you've got tide and wind that can push debris, anywhere. So it could be a while. EA-18G 是波音公司以 F-18战机做基础研发的电子作战平台，主要任务是配合其他战机对敌军的防空雷达等设施进行电子干扰。EA-18G 除了电子作战击穿以外，也当炸空对空飞弹，有一定的空战术的能力。美军拢总各为114台 EA-18G， 分属16个电子作战中队，也甲5个训练加测试单位，比方说住在全美国陆上基地有任务的时阵，会分派去航空母舰支援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战机。另外，澳洲空军原来有12台 EA-18G， 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外侨国家。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
美国总统川普有含罗西亚总统普京讲电话，双方同意伫咧沙烏地阿拉伯見面進行結束俄烏戰爭嘅談判。川普也含這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對話，不過美國時認為講烏克蘭加入北約根本就無啥幫助，也無啥可能甲所謂國土攏總收到回來。這後面就隨表示，這個談判是關係到烏克蘭嘅命運，這後面袂當不參加。We had a great call, and it lasted for a long time, over an hour this morning. I also had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a very good call after that. And I think we're on the way to getting peace. 川普12和羅西亞總統普京是通1點半鐘嘅電話，雙方同意隨來推動俄烏嘅和平會談，兩個人會先喺第三國會面，地點有可能是沙烏地阿拉伯。後邊川普嘛和澤倫斯基通話差不多1點鐘，互看做是伊要用外交手段來結束這場戰爭嘅重要一步。不過，川普協商嘅選擇，敢若是以羅西亞優先。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喺後面嘅烏克蘭軍事盟友會議頂懸，嘛直接講烏克蘭想要收復2014年羅西亞控制克里米亞戰爭嘅邊界，實在小想。而且，川普政府嘛無認為講烏克蘭加入北約必須是和平方案嘅一部分。川普進一步肯定赫格塞斯嘅講法，否認甲澤倫斯基排除。另外，閣甲口說講人民可能無夠支持伊。I don't think it's practical to. They've been saying that for a long time, that Ukraine cannot go into NATO, and I'm okay with. Are you freezing out President Zelensky of this process? No, I don't think so. As long as he's there, but at some point you're going to have elections too.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12到烏克蘭變做川普內閣嘅第一個人，伊和澤倫斯基會面討論美方提出嘅擴散嘅協議，都是用稀土來換美方軍員嘅安全保障，希望喺14召開嘅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會當來定案。美方是一系列來推動要結束戰爭嘅操作，但是煞甲歐洲漏掉。後面執委會和英國、德國、法國等等7國是發表聯合聲明講，未來任何和烏克蘭嘅命運有關係嘅談判，後面是一定要參加，要讓烏克蘭在有利嘅位達成公平協議，提供安全保障，才能確保永久嘅和平。公司新聞時會長編譯。美國總統川普一直話講要甲格陵蘭島買落來，即馬丹麥人總算是出聲哦。有人講要傾這一條美金，甲這美國加州買落來，目前已經超過20萬人人數啊。大家知影丹麥需要啥物無？佫較濟日頭光中秋假，溜冰鞋，即馬有真好嘅機會迎實現這夢想。大家應甲川普買加州，這份由丹麥人發起嘅集資1條美金買美國加州嘅請願書已經吸超過20萬嘅丹麥民眾人數，其中表示要將加州改名做新丹麥，迪士尼嘅樂園改做安徒生樂園等等，也列出丹麥買加州真濟好處，包含改善天氣、穩定嘅遊來經營，加對全球科技產業嘅掌控權。佮考察川普對加州嘅棄嫌姿態，表示川普捌講加州是聯邦內底上破敗州，也甲加州領導人當年袂合，確定會用合理嘅介紹賣掉加州。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了後，展現對格陵蘭嘅高度興趣，佮講要將買落來，引起在地人甲丹麥政府嘅強烈反對，表示格陵蘭是非賣品。美國國務卿魯比歐進前接受訪問嘅時陣特別表示，美國要買格陵蘭唔是咧講耍笑。最近也有共和黨議員提出法案支持川普計劃，是因為看重格陵蘭嘅戰略甲經濟重要性。講更較清楚，就是利用伊獨特嘅地理位置，整合中國甲 Russia 行動。Its location and proximity to critical transatlantic trade routes places it at the center of several global debates.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Arctic region, where Russia has long maintained military assets and China has invested heavily with a clear strategic eye, is a direct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另外，格陵蘭有豐富嘅稀土資源，大家攏想要愛。稀土元素是為科技甲國防攏會用到嘅關鍵材料。美國提到格陵蘭資源，也是會大大要降低靠外國供應商，尤其是中國。It feels like we're saying they are an object that we can just take because we are the richest,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re's so much that we can be doing without having to own Greenland.
华府杂志有一张评论，时机也多是格陵兰3月11举行的大选进程，选举主要议题负格陵兰独立的愿望、甲南美、甲美国的关系。华府的辩论当中，共和党参议员主要以罗西亚甲中国威胁当作美国买格陵兰的理由。根据顶礼拜7份上新的民调，85%的格陵兰人反对美国买格陵兰，其中将近一半人将川普的高度兴趣当作是一种威胁。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要罢免苗栗立委陈超平区顶军的团体，13去到中选会上第一阶段的联署书。进前罢免这区顶军的团体领衔人有风声讲，因为受到压力来退出。目前已经由这90岁国宝级作家李乔来接这领衔人。另外，高雄市要罢免立委区地杰黄一个团队，今仔日呢也炸这10箱的联署书，坐游览车上北到中选会交行。罢免团体13早起去中选会到苗栗第1选区无党籍立委陈超平，甲第2选区国民党立委区定军罢免提议联署书。不过苗栗第2选区立委罢免的代表人，传出因为压力伤大来退出，由今年90岁国宝级的作家李乔接做代表人。苗栗选区的朋友们，就是他们大家回馈给我们的意见，就是讲说，其实大家都有遭受很多有形无形的压力，但是老师认为说，在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应该要站出来。我们在联署的时候也遇到了，就是对方的支持者对我们做出一些口语上面的话，这样子。我们也想在苗栗找地方联署，但是一直都店家其实都也很害怕。罢免团体表示，李乔虽然已经有会啊，不过伊一个手就答应要做代表人，未来可能透过文字或者是影像的方式，表达对罢免行动的支持。陈超平强调讲，伊专心问政服务，对民间团体送交第1阶段罢免提议联署书表达尊重。也拿区定军批评讲，大罢免无采人民纳税的钱，制造社会不安甲对峙，是全民焦虑。我呼吁民进党，敢做要敢当啦不要躲在民团后面那整天只会做一些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另外，高雄市罢免立委柯地杰甲黄一个团体，今仔日嘛准备拢总10箱的联署书，搭游览车上北要交去中选会。无论是许志杰还是黄杰的联署书，我们都是接近3500份，我们准备的数量绝对超过现在要罢免他们的门槛。这次罢免案也是对我的检验，我会端出政绩，正面迎战。相信高雄选民会给我肯定，继续让我服务高雄。黄在回应讲，这届大罢免，伊是唯一一个去互共一批人罢免2届的人。伊尊重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嘛相信高雄市民拢是伊的肉躯。记者综合报道。桥头地检署侦查中介入围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涉嫌接受中国指示，透过记者会接受采访，也有民调等等方式替郭台铭宣传，之下去到中共呢见因的政协主席等人，检方依照反渗透法等罪嫌该起诉。指控指诉总统大选进前，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做家人大背下来配合，要拼透过联署独立参选总统，不过最后无登记参选。郭台铭清早期间常常看到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出来收听，不过去年张显耀和桥头地检署依照反渗透法、总统、副总统选罢法所属约谈，12个警戒起诉。草拟文件进行电子签章，将该文件转交中国官方高层，以书面方式宣示在台支持郭姓候选人参选，以此方式介入我国总统大选。高检调查指出，张显耀疑似接受中国代理人的指示，配合中国政府计划优待郭台铭声量。打压迄时阵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佮配合民众党主席郭文泰作为副总统竞选，促成过挂配，想要影响咱的总统选举的结果。
你补一下这边手机。那郭董刚刚说什么？检方列出张显耀透过开记者会接受媒体采访，甲发布过外配，搁较比好友的民调较好，来替郭台铭宣传，甚至亲身去中国会见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人，确认郭台铭参选计划。无厘头、急性式、偏执性的市政治理模式，造成台北市政不通、人不和。国民党籍嘅张显耀，捌伫2018年导致党内台北市长候选，最后失败。伫2013年，前总统马英九任期之内，做陆委会副主委，因为被检举涉嫌协议予中共，才离职。不过经过调查半年了后，得到无起诉的处分。即马搁被以涉嫌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不过到中告，这个为止张显耀无针对这代志来回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挖岛的时阵，这台中的新光3月百货公司发生爆炸。为什么这百货公司会爆炸呢？根据对这消防局初步调查，将可能是这12楼美食区拆装潢才造成爆炸意外。台中市都发局就表示，无收到新光3月的施工申请，上悬可能会当罚到30万。那这天然气公司就表示，今仔日是无做加速的线路，车站就把这加速表拆掉，管线也塌起来，检查也无漏加速，这爆炸现场也无导火分惹，敢是加速引起的爆炸，初步会当先来排除。轰一声，这大声，民众哪个有心情踅街？台中新光3月中港店13中岛发生气崩的意外，连来看电影的人客拢受到影响。不要走电梯，我们走手扶梯下去。逃生梯。对，逃生梯。那道先过哪甲喙含鼻啊往内，路拢看袂清楚。我中岛食饭时间人真济，去无店继续伫12楼的美食区。有没有施工，或者是起火点，它的原因、爆炸的原因是什么？那么都是有待呢我们单位呢，包括市府以及呢检调单位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之后，会给大家做正式的报告。根据消防署的回报，迄当阵11楼的商场和12楼的美食街，当在做装潢施工，受影响的是9楼到12楼，以12楼上严重，搁对电管去13、14楼是餐厅和电影院。专家研判讲，爱先甲家属的讲错查清楚，才会当厘清责任应该向来负。餐厅或是这种所谓的公共设施里面，大部分的瓦斯管线基本上都是设置明管。如果说真的是因为人为方面去把它切割而造成渗漏的时候，你就要去了解说，到底这个管线的这个调查是不是没有做明管，而且是被隐蔽变成是隐蔽管。我们依照规定做室内装潢申请的话，是要罚6到30万，但我会以最重的来裁罚。但是屏东天然气公司表示讲，车站已经把几位的加速表拆掉，嘛把天然气的公路拢封塌了，车厂嘛无做工程，技术人员的勘查并无加速楼下的反应，现场嘛无烧起来的形。台中地检署嘛组成专案小组，到事故的现场会同警察和消防单位搜证调查、保存证据，厘清事故的原因。地检署已经马上组成专案小组，然后会同法医以及火调小组哈，然后技师工会以及新中瓦斯等等的机关哈。台中市路检处嘛到现场，目前会先对防爆防火的设备和施工流程，甲木桩防爆的装置来调查，已经下令业者改装工程停工，后边若有违反这案法，会对业者上悬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咱定来去踅街，拢会发现讲，这大卖场百货公司若准备整修，敢若拢会用这插棒扎起来尔。万不伊发生亲像这百货公司爆炸这款的情形，民众真有可能就会受遭殃。专家是认为讲，这施工现场拢爱有人伫遐现场稽查，而且爱随时来监控，才会当预防事故发生。百货公司内底有袂少专柜当咧整修，毋过甲踅街民众敢若隔一块房仔尔，还阁会当听到施工的声音。台中的百货公司发生起爆了后，民众也是感觉真惊吓，会有点担心啦，但是就是有点侥幸，觉得应该自己没这么倒霉，会有点害怕，就是会担心像台中那种意外。改装专柜的时阵，为着要让其他牌子的专柜会当继续营业，所以现在用房仔隔开。不过内底哪咧整修，民众哪咧买物件，万不离施工若突袭，恐惊都会发生危险。本身可能没有注意，有的也可能是跟原来的图，竣工图会不一样啊。它在施作的时候，尤其火灾啊，最平稳的墙面，也有可能会因为施工而整个掉落。
其实照法规，亲像电影院、百货公司等等，伫设内装修进前，要向当地主管机关来申报，而且通过审查得到批准。也若使用的材料嘛有一定的规范，讲煞的结果嘛要搁一届确认。伫施工进前，这个工课事先拢爱一个一个检查，正式开始施工嘛爱真谨慎。若小可无注意，可能会发生火灾、甲起爆等等重大事故。它的这个水电跟瓦斯跟人员安全有关的部分，都是必须要被控管的。在安全的主控室里面，必须要有人员随时在做监控跟在控制。假设今天有任何的意外状况，必须要能够警示的。有关百货公司甲卖场装修，专家强调讲，每一步拢袂当落错，断水断电是上基本的。工厂内底嘛袂当残留气体，而且都要派人随时监控。便若发现相关的数据有各样，都要随做危机的处理，强化安全。即届台中出现重大公安事故了后，台北市长周万安嘛下令各局处全面检视台北市百货大楼的公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过年了后，有真侪人走北，其中有98.6%的患者拢会当夹到这诺罗病毒，是这5年来上界悬的纪录。医生也要提醒讲，100只诺罗病毒就会当互人破病，而且患者吐一解，内面就几落千万只的病毒伫遐，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卫生，较接洗手咧。头骨楼一直走变数，根据疾管署的统计，春节过了后，全国落下就医的人次都突破30万人，创下10年来的新高。伫过去4礼拜，发生398件规定人落下，其中98.6%的患者拢验出诺罗病毒，同款创下将近5年来同期的新高。几乎1/3都是从急诊转介过来到我门诊那这些病患都是因为很厉害的呕吐、腹泻啊，有一个年轻人这样子呕吐啊、腹泻了15次。诺罗疫情伫春节了后大流行，小儿科医师王伟力嘛提醒诺罗伊的传染力袂使无注意，因为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只要100只诺罗病毒都会互人破病。不过患者若是吐一解，伊的喙烂手甲吐出来物件，都藏几落千万只诺罗病毒伫内底，所以定定是一个人去丢掉，规家伙破病。这个病毒在我们肠道里面，它会很容易增殖，增殖以后，我们排出来的病毒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只要被这些排泄物污染的环境或者是饮水感染的机会就很大。感染科医师提醒，当年的9月到反等年3月，拢是诺罗的流行期，病毒主要是透过粪口传染，特别是海产类，所以民众爱避免唔通食生的。另外，要预防一定要用水甲杀蚊洗手，若是酒精对诺罗病毒是无效的，都要用漂味水消毒才会使。不过，医师嘛表示，大部分感染诺罗差不多3至5天就会治疗好势，无需要上紧张。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冠疫情期间，汉药清冠1号，互人认定是有效的，也会通降低这重症的风险。最近流感正咧大流行，专家也指出讲，这清冠1号同款会当压制 A 型的流感病毒，改善相关的症头，而且对变种的病毒同款是有效。伫咧新冠疫情期间，中医药伫咧防治这部分有发挥作用。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就指出，清冠1号会当阻止病毒入侵细胞，佫会当减少发炎的反应。苏当时就185万人食了有效。若清冠1号敢有法度对抗目前正咧流行的流感呢？专家是安尼讲。它就是让病毒比较不容易攻入细胞啦，第一个那第二个。即便它攻入细胞之后，它会去抑制这些发炎讯号，让它不要发炎的那么严重。研究显示，清冠1号会当压制 H1N1 流感病毒复制，嘛会当改善因为病毒感染造成的气管相关症状，甚至降低肺炎各重症的状况，比起流感更较会当应对变异的病毒。因为不是很精准，但是它是多靶点，所以它对变种有效。另外，由联合会精准医疗建构小组建议出来汉药新冠至少1号，经过临床的证实，显示对治疗流感的病尾，也就是家扫这部分是有效果的。收录了231位病人，然后整个医学统计观察下来呢，他在1到2个礼拜内就起到一个很好的疗效。
统计显示，顶礼拜类流感的门诊诊就超过18万人次，这是最近10年来流感季上悬的纪录。有超过88%的人是无注意防射的。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除了提醒注疫苗的重要性，嘛呼吁民众会当找医生评估，看敢要使用清冠1号来对抗流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最近天气不稳定，寒个落雨，民众较无爱出门，也影响到关会意愿。不过，就台湾血液基金会到13的统计，目前全台湾的血库大概存5天的量，除了 AB 型的血，其他的血型是拢真欠。民众来到关血中心，先量血压做基本的检查了后，才会使开始关血。有的民众已经固定关血10多年的时间，都是希望会当尽一份心力，帮助有需要的人。我超定期有咧关啦，超20-30年有啊吧。我一开始是因为做兵关血，尾也就养成习惯。平时爱注意家己身体维持较健康的，莫影响到用血的人的迄落。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旧历过年前后，开始发生欠血情形，尤其今年年假结束，感冒的人多，流感疫情也悬，加上这阵仔天气不稳定，寒搁落雨，以彰化关血站来讲，来关血人就减了一半。因为迄天气的温差太大，会影响到我们捐血人来捐血的意愿，所以这几天比较冷。原本的捐血人可能一天20几个，可能就会降到10几个这样子。我们4种血型，我们目前大概只剩5天的量。那我们的安全的话要有7天以上，所以还有短少，足足有2天。那2天的话，大概是缺大概有4000袋的一个血库量。根据血液基金会到13的统计，全台湾血库大概存51份的量，除了 AB 型的血，其他血型的量拢真少。关血站表示，关血唔来当救人，嘛会当提升免疫力，预防高血压、高血脂，鼓励民众培养定期关血惯习。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西洋情人节特别到这玫瑰花的需求量变大。今年因为天气湿谷冷，这花量减少4成，玫瑰花价格是起价真悬。不过，也有真侪民众改买这永生花，唔免烦恼花的冷气，价格阁会当接受。各种色水的玫瑰花放伫店面上显白的所在，真侪人行过拢会看一个。上经典的红色玫瑰花甲粉红色的刺草同款嘛真好，因为西洋情人节要到啊。不过今年若要买玫瑰季节，就要加开花钱。2个礼拜前价钱的话，应该以我们的批价，每把20支的话，应该差不多在400到500。以现在情人节的前3-4天的话，应该有到1000到1300。今年玫瑰起价主要因为天气寒，佮加上湿气悬，地区影响到花生长。业者讲，种玫瑰花农今年减少4成。以台北拍卖市场来看，花发价一束20支来到504块，小卖起到1300块左右。那进口价销将近爱2000块，兼爱提早做文才买得到。民众认为价销可以当接受。我即马是无女朋友啊，毋过我若是有的话，外口我是感觉一档若是一道的话，我感觉袂歹啊。系啊，那查某讲爱花的话，我会送的啊。对，那价销这个部分，恁大概偌济当接受？价销哦，差不多7、8把，差不多吧。今年在送礼，近来冇人会买永生花，嘛就是卖冷气的花。花艺师讲，这款价销较袂起起落落，加上花色水加真侪通选，不少人会买这来代替。这永生花技术就是把真花的玫瑰花，甲伊做成加工染色，互伊固定起来，所以伊嘛一个名叫做不雕花。这种花放伫厝里吼，会当放足久，比青花会当保持较久。虽然国产甲进口的玫瑰价销拢起价，不过业者讲，其实今年来买人电脑屏真几档价较济，主要因为今年春节参情人节无想要紧，送礼嘛无一定爱送花，表达心意较要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咱台湾出现一种外来种的鱼啊，叫做壳雀鳝。高雄最近有民众钓到一尾是要到2米长，学者也讲这是目前台湾有记录的资料上界大尾的。这款鱼啊，目前也无伫咧野外找到讲会当生团，对这生态环境敢是会有影响？这部分佫需要研究。摕伫涂骹参加期开40分钟，才游起来大鱼做回翕相比较，人的身悬煞无鱼仔的长，体长一两有195公分。这是一款外来鱼，号做二雀鳝，因为喙管甲喙齿甲壳鱼真相像，嘛有人叫其壳鱼火箭，
以前有水族馆进口来台湾当作观赏鱼，后来因为体型伤大，互人弃养掠去野外放。这几年小煞有人伫溪仔钓到。前前后后大概开到40分钟有啦，鱼仔甲互阮请起来。请起来，阮当然钓鱼仔的人会去随身的炸那种量尺啊，甲量这个鱼有多大这样的当然做个记录啦。酷鱼火箭原产地是伫北美洲，上大会当到3米。进前台湾发现野生上大只的大概是1.2米，这尾1.9米的是上新的纪录。因为酷鱼火箭会食鱼仔、鸟仔、细卡仔，人工饲养的好生态，不过即摆也毋捌发现到伊伫野外生态的纪录。敢会亲像鱼好对生态影响遐尼严重呢？屏东科技大学教授陈福新讲，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调查。可能它的繁殖的这个周期可能会比较长。那实际上它的生态的资料，其实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所以说，它到底要长到多大，它才有繁殖能力？其实目前还不是很了解。陈教授讲，酷鱼火箭伫野外无天敌，不过也毋捌看到生甲规大阵的，所以危害程度无法度估计。教授也要提醒大家，这款鱼仔的卵有毒，若是钓到，千万唔通乌白煮来食，才袂发生危险。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讲到这嘉义城隍庙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这嘉义市大业实业国中用嘉义城隍庙的历史做背景，设计出符合108课纲实景解谜题目，结合着数学、英文、时事等等内容，要让学生囡仔伫咧解谜过程会当使用无同款的角度来认识到嘉义城隍庙的历史甲文化。从这个斜的看，你发现这是西城东加北出南。学生伫学班头前研究时事内底的线索，佮配合记录家己历史的路径，想要来解谜找答案。嘉义市的大业实验国中用嘉义城隍庙历史文化做背景，结合108课纲设计实景解谜的活动。参与的学生就讲，真无简单，不过真好耍。我们也有融入一些我们学到的数学元素在里面，让那个结合社会、个英文，个融入一些 AI 的科技。所以囡仔会感觉讲去挑战这个题目，跟学校内底的场域都无同款，然后非常的有挑战性。最难的就是你要先找到它是哪一个贡品，就是你要先对应到它的位置，然后还要约分扩分，有的还是小数，所以算起来比较不容易。如果算错一题，可能就找不到了。老师表示，旧年度准备实景解谜课程，即个配合嘉义市政府甲城隍庙做伙设计地庙内的实景解谜，要来甲课本的知识甲地方的文化结做伙。很少去公庙，就1年过年去1次而已，可能不太会去接触公庙文化。那这是让我去接触公庙文化，并且了解、理解这些宗教的一个方法。学生不只是过来解谜、上街去买，你都会使了解到咱嘉义城隍庙内底的一寡古迹文物全部都融入在这个题目当中。大业实验国中表示，为了要设计实景解谜题目，各科目的老师为旧年就开始研究嘉义城隍庙的历史。透过这个机会，学生们对庙宇艺术文化有新的体验，嘛互参与的老师伫过程详细认捌到嘉义在地文化底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体官队108年开始推动这国中小逐礼拜上无食2摆有机菜色，即摆搁再推出讲这有机米的计划，要甲在地农民生产的有机米提供甲学校营养午餐，希望这学生囡仔食来较健康，也会当熟悉到这稻仔文化，而且会当减少使用农药，保护环境的重要。挂稻仔机伫咧稻仔田来来回回，准备收成辛苦种植的稻仔，看起来规个采收过程，甲一般稻仔田无虾米无共。不过上大的差别是，这区稻仔田种的是有机米，而没有针对某种作物或是病害跟虫害去做一个伤害跟施洒药剂，那让它的族群是共生的、共存的，然后让有机的稻米是很自然的去生产出来。采收完成的稻仔，连用卡车送来米家厂处理好势，就直接送入去新德馆的校园做营养午餐的食材。用水洗清气，直接放入去电锅煮，香公公的白饭就煮好啊！学生排队摕碗内底，大家拢学了有机白饭，真好食。外面的饭都会比较黏腻，然后呢，比较不好挖开。这个饭就比较蓬松，就比较好挖开，比较好吃。就是没有加农药，比较香。
不管我们有机蔬菜、有机米，我们都推动在地的蔬菜跟稻米，然后进到我们小朋友的营养午餐里面，小朋友吃得安心，家长放心哈。那也可以让我们农民生产的蔬菜跟稻米可以很快的进到我们在地的餐桌，同时能够友善我们的环境。新德县农业处指出，新德县在地种有机米的面积大约50公顷，10公顷会当生产3000公斤。目前一礼拜提供学校2摆，一个学期提供学校使用有机米大约240吨。未来会继续推广有机米营养午餐，让学生食健康、营养高大汉。记者杜君豪新德报道。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3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3度到2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4度到2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2度。平阳、金门、马祖对9度到18度。抑个未来3天气象。伫咧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